地图更新之后，老玩家 be like， 我要看看到底更新了个啥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一切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闭眼还是能飞到仓库门口。对面的女孩，这个隐藏在人群中的女孩呢？看过来看过来，原来在外面看门去了。东西存在我这儿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Nope. Nope. Nope. 原来所有 NPC 都站外面去了，还有机票直达，再见了，就长安。